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1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台中节发生事故是这工地吊杆出问题，建商的这个工头涉嫌过失致死50万高保，也掠到刑法法庭台中一大建案无停工。但地中因为犯洗真多，去放判刑1年，今下晡也去到地检署报道被放宽，伫面车顶头感谢众人关心。高雄上山附近的卖场出现高山走入去坐伫咧货架顶食香蕉，当地民众是真无奈。台中捷运发生1死10伤的重大公安意外，今仔日监视器画面也公开了。随车员发现到吊杆落落来，而且到这个捷运弄到吊杆呢，只有13秒尔，根本是未负反应，才会造成悲剧。台中捷运目前是自动驾驶，而且因也承认讲，这捷运沿路拢无具控入侵系统，通好来监测。台中捷运列车发生意外，造成1死10伤。11中捷公布站区甲车顶监视器画面显示，车速中到12点17分，吊轨共破轨道隔音壁，迄时阵列车多进站停好，保全用狗表确认异状，马上用对讲机通知站长，佮向车顶随车员握手。不过随车员并无移回，一条关门了后，才发现车前的状况。尝试去掏取我们的执勤包、驾控台盖板的钥匙，打开之后，尝试做一个紧急刹车。中捷强调，随车员发现障碍物到列车弄到障碍物，前后只有13秒，因为时间上过短，无法度反应。不过为中捷提供的时间数，为吊轨落落轨道到列车弄到障碍物，实际计41秒。中捷认为全程按照 SOP 作业，而且在车使用全自动驾驶就伫车头前，说轨道障碍物定测装置，轨道全线并无高空入侵侦测系统。是类似只有轨道障碍物侦测可以触发停车。我们沿线那么长，是没有装设类似入侵侦测系统这一类的东西啦。死者前期法律系助理教授林松雅家属低调等到福乐光园站招魂，经台中市交通局长王其川指期，天空中心随车员有3摆机会停止列车，连环事故才造成悲剧。行控中心的人员并没有去按钮把它停下来，这个错失机会。列车上的随车人员，错失了这个第一个按车门边的停车按钮，第二个去开启那个控制盘里头的红色按钮，这几个连环的这一个失误，才会酿成这一次的事故。车门边弄一个紧急停车的开关，为什么随车员无使用呢？中捷解说只有列车进站停止时阵有效，列驶的时阵列车甲领导下一站停止，并无伫轨道及时停车的功能。照理来说，那个装置就是让你做紧急停止用的。理论上来讲，应该是任何人都可以让它停止的。如果说有人去操作的话，我应该会按但是我觉得那是本能的反应，感觉应该要停下来。那如果我知道要按可以按的话，那应该就是会按下去。中捷表示，规个事件造成2节电联车车厢4条电线甲轨道相关零件严重受损，会对建商求偿至少2亿。后续会考虑伫月台设紧急停车的开关，防止悲剧搁发生。后续提供事情互检调甲运安会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伫捷运边啊，一个建案发生公安意外，连带影响到台中捷运。警方昨呢，甲这生出来工头等人依照过失伤害等罪嫌移送法办。这台中地检署今仔日也甲因传出庭，针对监视操作出问题，或者是这吊杆顶台歪压索已经旧凹旧臭啊，拢要来甲查获清楚。也若这生出来工头等4个人关门了后，依照50万不等的金额交保候团。另外，行政院也指示讲爱清点捷运路线边的工程，由运安会进行调查。涉案的工地人员案发了后，带到警察局做笔录，因为台中捷运边的幸福化建案实在发生吊轨落来意外，地属列车顶悬升起1死10伤，警方定性了，将生出来工头等人以过失伤害公共危险罪等罪嫌纠办。台中地检署11团法院出庭，将对是否认为操作不当或者是吊轨，更是牢固这疑点来调查清楚。共12人到案处理，工地负责人蔡姓被告，以及吊车业者负责人以及指挥吊车人员许姓被告等4人，分别预支50万元、30万元、20万元及20万元交保候传。提醒交通部
对地方在轨道周边的工程，它的建造由地方来审的时候，不是只有建管单位，是捷运局、地方捷运局也都会审，在审查过程如何落实相关规范，要有所要求。对这重大事项以外，行政议会11进行检讨。会中除了指示交通部协助地方政府检查捷运轨道周边工程共同检视各项产生出来问题，各由运安会进行调查。另外，对这案件当中承担建案的制度营造，最近5年发生7件重大工安事故，这期工安管理不当，为什么劳动部进行无全面检查，引起外界质疑。这5年对捷运营造的工程，我们有局部停工56次，那总共财罚超过1400万，还没有包括下包商的厂商。后续针对捷运营造这个公司的所有工程，会在积极的监督检查。劳动部澄清，最近5年对这间公司的工程路检有局部停工56摆，总共才花1700万，后续依然会继续监督。记者综合报道。刑府法建设伫台中的建案文心爱国发生工安问题，连带影响到台中捷运有旅客死亡。台中都法局昨夜对建商罚81万，也限制台中内面的若准有刑府法建案的，拢爱甲伊停工。想不到今日下晡向去调查，其中一大工地部停工，另外搁再罚27万。就房地产专家伫咧网络顶头也讲，刑府法最近10年伫各县市发生13件工安意外，也有纠纷，结果是罚钱尔，即期政府拢无得管。明明风下令停工，11工地煞传出机器声，包装技术也伫施工，车闸中侪因为刑府法文心爱国建案的工安问题，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劳动部中区职案中心第一时间开罚30万，台中都法局也已建着罚财罚81万，佮下令后来9个刑府法建案全面停工。因为想袂到，都市检查所发现其中一个无完全停工，佮罚去减做27万。还没进去以前，有记者先生已经拍到。他有做这样的一个局部的在做施工，所以我们认为他并没有完全停工所以这一部分我们会依照建筑法予以裁罚，我们后续会再来做一个稽查。建案工安引起严重事故，不过这并不是刑府法头一摆发生工安事故。是还在建筑的工地，我们比较担心会有坍塌的危险。大会一直烧，台中模范城建案2020年起到一半就发生火警，包括车闸的重大事故。帮上专家署委也伫面册列出10年来刑府法伫台中有4件工安意外，甲买厝纠纷，高雄3件。台北港口有3件工安意外，新北桃园甲台南各1件。公司对外的态度代表这个公司已经烂到谷底了，没有想要对于公安意外有任何维护的地方，因为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他们觉得你去告一告就好了，我赔一赔就好了。专家批评刑府法真侪摆工安意外，宣弄轻轻罚款无代志，就其政府无确实监督。那这份事故也引起各县市重视，台南市会对刑府法2个建案启动工安检查。同款有捷运系统的台北甲高雄，市府对附近建案的捷运也是更替加强防护，同时对4个违建案加强稽查，确保运输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陈水扁的后生陈致中甲妈妈吴淑珍，还有牵手黄瑞晶，因为买龙潭的土地，还有南港展览馆案件，互依照洗钱罪判刑。黄瑞晶判10个月，缓刑4年，陈致中是判刑1年。今下晡3点外去到高雄地检署报到，要入去封关。面对着现场的提问，伊是拢无回应，敢若透过面册感谢大家关心。谢谢。下晡3点20分左右，前高雄市议员陈致中是以一个病头到高雄地检署报道，对媒体的问题，伊跟他回应多谢尔。谢谢，小心你的脚步。好，谢谢。报道了确认身份，陈致中就互扣手铐，坐翻人车要去验调的高雄第2监狱。保重，这地推开，用言为。怕等处等着用。为什么一个议员也就来取消伊资格？啊，搁要搁即摆搁要修法，终身不得参选，这不公平。
判刑确定了后，陈志忠就无阁出来，真正拢是透过面册在讲。法官执行进前嘛发文讲心声，请大家互伊先讲再见，嘛感谢大家的爱和温暖。嘛因地邦桥的死甲外界讲，伊会坚韧面对困难，搁一摆转来看会搁较强。陈志忠和因某黄瑞晴是涉嫌替妈妈吴淑珍来洗钱。黄瑞晴判刑10个月，假罪4年，但陈志忠判刑1年确定，就要入去关。吴淑珍判刑2年，最高法院发回警审，经3审已经分案。4点20分了哈，那个高雄地检的警备车将那个陈姓双人送进来之后，我们会依照正常的程序有没有做那个新收的那个流程，会配在新收区的2人设防。检察这边讲，陈志忠入监了后心情真平静，会分去一般新收的社房。未来接期嘛，照法令的规定，和其他的收容人拢同款。刑法规定，有期徒刑若坐监超过一半的时间，就会当申请假释。陈志忠坐监满6个月，就会当申请假释。入监满2个月嘛，有机会红选去做外役监。表现好，阁会当申请转去厝探视。记者综合报道。外交部长吴钊燮进前接受外国媒体访问，相关内容外交部也放伫面册顶头分享，想要告民众说伫迄篇老话，讲要对吴钊燮厝内面的人不利。目前外交部已经报警察，也会加强维安。外交部面册有网友共一篇大文，高办留言要博关注，内容一字拢无改，毋过详细看全拢是死亡威胁，恐吓的人就是外交部长吴钊燮。呛声需要将伊规家法大细灭门，也讲袂当有一个人话，以免害到台湾。它内容不堪入目啊，极尽污蔑，甚至严重威胁到本部的部长的家人的人身安全哦。外交部已于今天上午向警局备案，将相关的资料送交警方进行了后续调查。恐吓留言出自外交部这篇发文，分享吴钊燮接受外国媒体专访对谈，对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外交部回应在日已经报案，会加强维安措施。也毋过，受看卖过来最近几年，小连续拢有恐吓信息。敢若为4月底，像基隆车站、阿里山游乐区、桃园机场集群、甲松山机场，连续互恐吓、互坑炸弹被引爆，也是会有随机杀人案。这几天高雄甲草山也互威胁有炸弹，半个月来至少有9件，等于是每2天都有1件。如果不是同一个人所为，其实我们就很担心，就是会有模仿效应的产生。就是说，可能今天是 A 做了这件事情，可能觉得 A 觉得说，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好像让大众都觉得很恐慌。那于是乎，可能有特定的诉求的时候，也许 B 就来做这件事情。这个恐吓批加来电，警方侦查了 IP 多数伫境外，多数将目标指向同一人，已经离境的现场着升，嫌犯一直拢无定下着，或者烦恼有模仿效应。也毋过也提醒，虽然是咧创治的，应该做的损减袂当少，都惊弹性冷气，互有心人有机会通下软。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联邦众议员莫顿进前有讲出讲，这战争拿来会毁掉台积电的讲法。不过，伊即马是出面强调，这是互中国媒体摕来乱斗的，意思说拢误解去啊。也强调，这就是中国利用假消息，伫咧对付台湾，使人台美关系。咱的外交部也讲，这中国影片是伫咧带方向，是一种恶意的认知作战。中国创空台海局势，台积电是台湾的护国神山，嘛是国军守备的重点项目。台积电在伫新竹召开2023年技术论坛台湾场，针对俄乌战争，敢有冲击半导体产业，总裁韦德加深切回应。我们必须要找尽方法去 reduce the cost， 去来克服各种的困难。如果是你们的老板们，他们就马上就会脑袋想说：这小子想要涨价吗？不过，美国联邦众议员莫顿日前对晶片问题炸掉台积电的讲法，和中国官媒引用标题写炸掉台积电压制中国，美国政界毁台派声音互吐槽。Very clear to the Chinese that if you invade Taiwan, we're going to blow up TSMC. I just throw that out not because that's necessarily the best strategy, but because it's an example of debate that's out there. And of course, the Taiwanese really don't like this idea. I'm not blowing up TSMC. If you do that, you have a $2 trillion economic impact on the global economy within the first year. 某人不满，指控中国选择性引用伊的发言，利用假信息要破坏台美关系，这就是对付台湾人民的证明。实际来看，莫顿随日出席美国智库美军研究院研讨会发言，伊直接讲台湾人袂介意这个讲法，也毋过中国向上气头气尾乌白讲。
Well, I mean, this is one of the interesting ideas that's floated out there for deterrence is just making it very clear to the Chinese that if you invade Taiwan, we're going to blow up TSMC. I just throw that out not because that's necessarily the best strategy, but because it's an example of debate that's out there. And of course, the Taiwanese really don't like this idea, right? 外交部回应，驻美代表处已经向摩顿联络，讲这是认知作战。另外，摩顿伫研讨会嘛几若摆强调，伊是鼓励，毋是支持。中国影片和事实有出入，超过于乱注射。记者综合报道。疾管署公布国内第3例猪仔流感病例是中部10外岁的查囡仔，有接触过猪仔，今年3月中开始出现症状，经过基因定序，确认是 H1N2V 的流感病毒，是较无遐强的猪仔家病原性流感病毒，认为较可能是这猪仔传染互人，或者是环境当中接触到病毒的。加在大做伙的人目前无症状，而且饲猪仔场也无检出病毒。国内佫出现新型的 A 型流感，个案是住伫中部一个10几岁的少女，伊下课了后会去饲猪场看猪仔的活动，伊伫今年3月中出现发烧、塌片含筋肉酸痛这症头，去诊所采检流感快筛是 A 型的阳性，但是检体却无法度顺利分型，经过基因定序才确认是 H1N2V， 是伫猪仔身躯顶家病原性的流感病毒，这嘛是国内今年第1例、史上第3例 H1N2V 的案例。培养出流感病毒，但没有办法成功的决定它的分型，所以有后送到我们的实验室完成了定序之后，确认是这个 H1N2 这个比较少见的新型 A 型流感。疾管署讲，个案3个做伙住的厝内人拢无类流感的症头，经过采检是无挖着病毒。中正单位进前到个案定去的这饲猪场去做采检，嘛无检出病毒，研判应该是散发的。不过兽医师嘛提醒讲，新型的 A 型流感是人和动物共通的传染病，要特别注意。猪呢，它得到流感病毒呢，的症状呢，就跟人的感冒症状类似，咳嗽、打喷嚏、流鼻水。那同时它就会产生这些气雾。如果刚好呢，这个人在附近工作者，或者是没有防范，或者没有戴口罩，他就会有被传染到的一个风险。疾管署提醒讲，防范新型的 A 型流感，应该遵照5爱6外的原则，就是肉类含卵爱熟食，爱用杀蚊洗手，若出现症头爱滴喙暗去看医生，爱注流感疫苗，食较营养袂当硬食，爱运动，莫吃食鸟仔含卵类的产品，莫走私大路不明的肉品，莫摸鸟仔，嘛莫去空气无流通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这个高山区瓦近寿山，这山头有真侪台湾米猴。照片上昨下晡呢，看到一只高山仔走入去社区的卖场，佮摕一个金蕉伫货架顶头，是安怎会直接看到这个高山出现伫咱的生活当中呢？咱赶紧来听专家安怎讲。高山啊，坐伫货柜，佮摕一个金蕉。高雄高山区因为我台湾狗生态地寿山。常常有高山啊落山找物件食，并将红小姐的妈妈七十下晡都看到高山啊走入社区的卖场洗大鸡。店员是说已经进去有3次了，然后猴子就拿了香蕉之后就跳上架上，然后他就觉得他还是去跟店员说，如果他没去跟店员说，也没人发现猴子已经跑进来。不只是社区徛街，或者是卖场附近来围市场，同款是高山啊常常来的所在。进前到高山啊为厝顶爬落来，直接伫打经水购食。很常见的，还很调皮嘞，吃一吃还会跟你那个呢，笑嘻嘻嘞，都用抢的，什么捡地上，他们没有吃那么坏。随便他了，就是我就买这个截止啊，保护我的水果。当地人拢真惯势，暗过面带烦恼。高山是不是因为生态地破坏才常常落山？美国协会分析生态地受破坏是事实，暗过最后是高山的山鱼本能。野生动物它本来就有迁移的本能，跟人一样会需要互相交流、移动，所以它们下山其实是很正常的。那雄猴呢，它成年之后本来就要向外移动、向外播迁，去寻找新的社群加入，然后呢，让它们的基因可以互相交流。协会提醒，进入徛街卖场，唔通家己赶走饲物件，才袂发生冲突。外口唔通囤粪扫，唔通靠塑胶袋啊食物搭伫外口，严降低诱因减少高山停留机会。记者综合报道。
好事多 Costco 的冷冻鱼防检出 A 肝病毒，业者今日也公告补偿方案，除了退钱，也提供消费者甲商品共计销的慰问金，另外也补助消费者去做 A 肝检测费用。不过消基会也批评讲，这个补偿方案根本就无诚意，若种有需要会当协助消费者拍团体诉讼。好事多卖场早起，人来客去，买物件民众袂少。也有民众陆续前往退费，当地防检出有 A 肝病毒的冷冻鱼果商品，听到业者提出补偿方案，不少民众讲，其实无破病就好。不小心生病的问题，不是那个金额多少的问题。对啊，因为如果你真的生病了，多少钱也补不回那个健康。就原来的价钱还给我这样子而已。今天有公告一个新的公告说会有补偿金没有了，同样金额的补偿金啊，我有退给我就好了。根据业者对会员正式公告的补偿方案，凡是买伫回收区间的商品，无论是冷冻3种综合鱼，还是冷冻蓝鱼，除了专业退费，搁提供等待的补偿金，民众若出现症状，到卫福部认定机构检测 A 肝，补助500块检测费。若确诊 A 肝，搁疫调对庄家加的商品有关系，业者会负担全部的医疗费用。60天之内都有疑虑啊。那60天之内检验个1次到3次，那个检验的费用再加上挂号费，那绝对不是这一个赔偿的几百块、补偿的几百块可以把它给 cover 过来的。所以我们觉得这样一个费用真的是非常非常没有诚意。消基会分析，最近拄啊拍完胖达人团体诉讼，最后每一个人会当得到2000多块的赔偿金额。消基会认为，好事多的鱼果商品影响层面更较大，赔偿金额至少3000块以上才合理。那消费者对于好事多赔偿方案无满意，搁向消基会申诉，只要达到20人的底线，消基会就会协助拍团体诉讼。记者综合报道。伫昆仔发生这邪教信徒一体唔食唔饮的命案，这法医验尸体后，发现一寡尸体内面的器官无去，真有可能是互挂去卖。另外，法院也烦恼讲，这寡嫌犯因的串通口径，拜三已经拒绝这教会负责人马肯西保释申请，要甲伊的拘留期延长30天。昆仔邪教信徒集体绝食的命案，随着时间受害人数愈来愈多，当地警方经过半个月的搜寻，到今已经找到133具遗体。I am afraid that we have many more graves in this forest, and therefore it leads us to conclude that this was a highly organized crime. 昆仔当局认为案件恐惊无单纯，因为法医验尸了发现部分遗体器官减少，疑似互人挽起卖。检警当进一步调查，另外互看作是好手，讲要是就当看到耶稣的加因国际教会负责人马肯西。法院认为嫌犯有串经的疑虑，查在拒绝马肯西的保释申请。I find that the integrity of the criminal process may not be guaranteed, and the evidence may not be preserved by attaching stringent bond terms. 相信法官裁定马肯西延长拘留30天。伫这个案件涉有重嫌的17人，也同款未当保释。那另外一名防指控旧谋的电视传教牧师奥德罗，今礼拜已经交保，伊除了涉嫌谋杀协助自杀，也防指控协助马肯西洗钱。马肯西的辩护律师是控诉未当保释的裁定违宪，会提出上诉。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因为防疫关系，美国使用禁令防止一寡非法移民入境。不过，这项移民禁令到5月就一直到期啊。在墨西哥的边界已经出现上万名想要申请庇护的移民。国土安全部长梅奥卡斯7日就宣布，若准备入境美国，要有合法管道，违规者禁止入境5年，而且针对非法偷渡这部分会抓搁较严。滞留伫美北边界恶望川普政府时期的防疫遣返令到期，准备入境美国的无证移民，短短24小时，就有破纪录的万外人，互全长3218公里边界沿线都市甲国土安全部的相关机构带来真大压力。国土安全部长梅奥卡斯7日伫华府开记者会，表示人口走私犯案一直散布不实在消息，爱无证移民唔通相信因的白贼话。Smugglers have long been hard at work spreading false information that the border will be open after May 11th. It will not be.
they are lying. To people who are thinking of making a journey to our southern border, know this. The smugglers care only about profit, not people. 美国5月11开始，无证移民非法入境美国了后，爱面临宵禁甲监控，一家之主爱挂电子卡条。移民法院会伫30天内完成听审。头多人5年内未用过入境美国，是要搁一摆冲关会面临犯罪起诉。美国也伫西半球设一摆科学移民处理中心，美国会为来自古巴、海地、尼加拉瓜甲委内瑞拉4个国家，总共有3万人提供人道假释入境管道。Pues todos tenemos temor por nuestra familia porque, por ejemplo, yo tengo familia que vienen en viaje hacia acá. En realidad todavía no entendemos el título 42, no sabemos cómo va a ser. Quizás sea más fácil la entrada para acá o quizás sea más complicada. En verdad tenemos la incertidumbre de que 为这特别教会的大批移民，美国政府增加1500士兵镇守边境，另外边界顶悬也有差不多24000名执法员警，2500个国民警卫队成员，共同协助海关甲边境保护局管制移民入境。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美国加州旧金山附近的普莱瑟维尔呢，这最近是愈来愈侪人去遐摸金啊，是因为前一阵啊，当地落大雨，所以甲一寡矿石拢冲出来，声真侪人想讲要去到遐试一下运气。穿长吹衫挂护旗讲，西金啊数十年的法索尔提工具要伫加州有名的普莱瑟维尔湖试看卖，短短无到10分钟就发现。Oh, that's easy. That's good, guys. 详细看细金的盘内底，已经用一细地金啊，技术吹可能会发现佫较侪。$50 in 5 minutes, you know, but once in a while you get lucky, you hit a bigger, better spot than that, or you can hit less than that. So you just don't know. It's a gamble. 普莱瑟维尔过去是北加州细金的圣地，真侪人有细金啊网来遮。金麦打起了后，热点也提起，即马雄雄有金啊会用洗，原因是加州过去一段时间受大气河流影响，落真侪雨，甚至造成水灾。不过也意外带来大水黄金。Now we're talking about flood gold. So when you have a huge rain event, big rains come and they wash all the sides of the rivers down into the river basin again and bring gold with it as it happens. And that's how the deposits occur down in the river. 除了河，连溪啊拢洗着金啊，真侪人听到这情形已经赶来遮。法索尔表示，欢迎所有人来洗金啊，接受规矩，也希望普莱瑟维尔能够一波新的洗金啊热潮。公司新闻邱婉玲报道。中天新闻台伫2010年申请换照，这 NCC 无法因通过，就因为安尼先，伊来退出电视第54频道，落被中天提出行政诉讼。经过2年多，这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伫青10判决，撤销 NCC 唔互因换照的处分，而且发回重新审查。NCC 对这个判决表示遗憾，也讲会依法来提起上诉。2020年，因 NCC 无同意换执照，中天新闻退出52台，提出行政诉讼。经过2年多审理，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初10宣判，撤回无同意换照处分。知影消息，中天新闻和旺旺集团创办人蔡衍明拢发文庆祝。准1项，驳2项。NCC 就未来6年的营运计划所使用的评分表有法律适用上的争议，要依法院的见解来重新决定。也就是说，这个程序上的瑕疵在法律上可以补正。行政院指出，尊重司法判决，严格提起讲，中天当初提3项诉求，包括判准换照、赔偿将近80亿损失，另外是撤销原处分，法院是驳回前2项，判准最后1项。NCC 讲，当初考量52频道在执照有效期间有大量的申诉和违规，另外听证会证实该台有不当戒律等情形，再做出这款的判决。NCC 对着这款的判决结果感到遗憾，会阁提出上诉。
NCC 有责任要尽快对中天个案进行重新审查，并且对于换照的这个通案能够通盘的检讨，让它的透明度、公正性再次获得全体国民的信任。确实是不多见啦，行政法院的判决几乎都是站在政府的机关有利的判决啦。慢慢的，司法院都比较开放的态度，很多都是驳回，是大家有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啦。法务部长蔡清祥讲，尊重判决结果，若准 NCC 有需要法律意见，因会提供协助。不过最后的采纳结果，要由主管机关认定。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吊轨落来造成台中捷运事故，这个过往的这个人呢，也就是这台中政治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林湘雅，伊长期以来关心关注民家人权议题，也捌做过原转会主委甲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理事长。听到伊不幸过往的消息了后呢，这人权团体甲学术界拢真唔甘。政治大学也要设一面纪念墙，要互大家来怀念这位温暖的老师。林委员，你这个东西好多，你要不要多一点时间再讲清楚一点？占用大家太多时间，那我很快的跟大家讲说，原住民族传统领域这样的概念进入到台湾的法律体系或是国际法当中呢，是非常新的一些状况。甲总统蔡英文讨论原住民族转型政治，政治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林淑雅七十伫中捷事故中不幸罹难。伊是台大法律系博士，关注人权甲原民议题。除了担任原转会委员，伫2016到2020年期间，也担任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理事长。前一摆参加国际会议，为台湾人权发声。不管是在他自己很关心的原民的议题上面，或者是在像这些同志啊、性别平权的议题啊，或者是其他的西藏人啊、中国的人权议题上面，觉得老师其实都就是很不遗余力的呢。包括台权会、同志节线顶真侪人权组织，也阁有学界多位教授参伫位郭丽华，拢发文哀悼林淑雅。政治大学学生搁甲布置一面纪念壁，除了有师生互动，也有袂少林淑雅参与社会运动的相片。唔甘这位温暖搁热心的老师，老师每次就是他的那个笑容就是很招牌，然后就是不管去问他什么问题，他其实都很有耐心，他可以一直讲，重复讲10几次，他都不会生气。他真的是一个很好、很温暖的老师。我觉得在这里，我代表赛德克族的民主议会，然后要谢谢苏雅。林淑雅是嘉义市知名律师林胜博的查某囝，乡亲听到这个消息是真悲伤。厝边表示，林淑雅假日拢会回去家己陪伴爸母，一家人的感情真好。原本这礼拜嘛要回去欢度母亲节，想要到今年团出意外。今嘛家属已经到台中处理相关刑事。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捷运昨发生事故，事实上，这新北市的环状线，也有台北市的本湖线，这款捷运拢是无人驾驶系统。那准当着这意外要安全来应变呢？台北捷运的总经理呢黄清信伊就表示，目前侦测系统是爱有物件伫头前才发度侦测到，那准伫咧半空中就无法度。目前是要考虑用雷达或者是红外线来做侦测，希望讲那准有发生到，会当避免意外发生。当地行的台北捷运文湖线坐起来是真稳，但是车顶并无驾驶员，是全靠无人驾驶系统，出入站是靠电脑来操作。但若发生紧急事故，要安怎？大概都知道位置在哪里，因为以前有去过他们捷运公司的那个博物馆。如果万一还有机会的话，不是都还有那个可以通话的那个机关可以用。斟酌看，这紧急设备就伫咧车门边，亲像是紧急对讲机，会当互民众随含现控中心来对话，扫到来照现控中心的指示，甲手环对顶悬塞停止列车。列车停了后，有开门的手环就会当手动来开门。另外，台北捷运嘛有设安全系统侦测，包括设围篱、隔音壁含柜台门，来降低其他的物件入侵的风险。每一节列车都有放一机要侦测的，若侦测到障碍物，列车就因为安全保护自动停车，但伊嘛讲侦测系统要有实体接触才测得到。靠车子自己去碰到啊？对。哇，
这样子也不行啊。不管是用雷达，或者是影像，或者是其他的红外线，这部分我想我们也有一个团队，我们来这个评估看哪一种形式。对。专家讲，万一落倒来的物件若无直接落伫轨道，是落伫半空中，恐惊是侦测袂到。另外，除了靠升客通报和侦测系统，台北捷运讲，门路线嘛有随车人员，但是敢若伫长隧道，亲像台铁站到松山机场，而且毋是逐台拢有。随车人员是在减少的，慢慢发现说不太需要有随车人员，所以随车人员就慢慢就撤回来。如果有随车人员的话，可能会更安全一点。专家建议讲，针对无人驾驶系统这种捷运，上好是配随车人员，才会当随时注意头前轨道的状况，避免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国军为着要强化后备战力，今年头一摆办理这女性后备教调，头一梯有14位女性设备报道接受5天的训练，今日进行实弹射击。总统蔡英文也亲身去到桃园视察，也讲透过教调，互一寡教调员会当就地动员、就地作战。女性教调员的加入呢，对这后备战力提升有真大帮助。下指令采取抛着射击的女性调员，瞄准背心射击出去。广播头一摆开放女性后备军人支援教调，头一梯14名女性调员到伫5天训练。第4天课程是实弹射击，总统蔡英文在伊亲自到桃园视察。蔡总统一直看调员操课，国防部强化后备战力，以5至7天教调为例。射程175公尺干并射击，为完成12发提悬到30发，目标20发及格。那伫搭配结束了后，还佫会进行分析。慢慢打，对不对？教官刚在上一节课都有讲到，慢慢打。教官分析调员比赛点出射击姿势需要改进的部分，提升射击精准度。另外，也搭配雷击器，互调员练习瞄准。蔡总统指出，教调互调员采取实兵实弹，应用战时战况，会当就地动员、就地作战。也点出女性调员加入对提升后备战力有帮助。我们女性士官兵有人特地向公司请假来报到。有人暂时离开孩子身边，希望能以实际的行动为保护国家尽一份心力。有位女上兵也说：“有国才有家”，所以今天就是来保家卫国。台湾处理民主防线上前线，蔡总统指示，国军检讨加调整相关配套措施，精进教调训练，落实全面国防，无分性别、定线，守护国家决心。记者综合报道。女性业品保协会的前秘书长加进前的过价是检讨第3000万的公款，台北地检署昨有去敲约谈因2个人到案说明，专案向违反刑法业务侵占罪、洗钱防治法侵占公款罪、透明解问话，落尾2个人以50万加20万交保，而且限制因出境。地区暗激点点，中华民国女性业品保协会设立的前会计，伫调查局人员的陪同之下，正紧行入去地检署来复讯。另外，涉单的前秘书长同款专程保持低调。品保协会进前查小户的时阵，发现小户是无啥正常，向北检来检举，2个人疑似伫2006年到2019年这13年的期间侵占公款，初步掌握金额是有3000万。调查局的新北调查处是去2个人的徛家来敲找，佮约谈2个人到案来说明，专案是照违反刑法的业务侵占罪、洗钱防治法的侵占公款罪规暝来复讯。2022年的10月份。我们这个团队接任，那清查交接的时候，清查整个账册，我们发现很多的疑点跟漏洞，我们是主动送给检调来侦查。品保协会是1989年创立的，目标是保障旅游消费者的权益和提高旅游品质。目前会员旅行社差不多占全台旅行社的90%以上。过去若拄到业者违反契约，消费者会当向协会来申诉。经过协调，若旅行社确实是违反契约，就应该要负赔偿的责任。协会会先用旅游品质保障金来代赔，随后再甲旅行社请款。无想到即马煞逼出备案。他们任职接近30年哦。那么这30年，现在目前查的是这最近的13年哦，之前是没有书面的凭证账册，那是被销毁。那为什么被销毁？是因为搬家。经过几年的复讯，涉单的前秘书长是50万交保，设立的前会计是20万交保，2个人嘛拢互限制出海出境。记者综合报道。
内政部长林佑昌今去视察金门小三通，外界也在关心讲，当时会当开放中国游客到金门或者是台湾旅游咧。林佑昌表示讲，陆委会甲国安会拢在研究，也已经做好相关的准备。那立委赖香伶进前去到中国，伊的台胞证书防注记失效。中国国台办今仔日有讲，已经向赖香伶说明啊。不过赖香伶表示讲，这国台办是有来底啦，不过失效的部分，这原因也是无讲。是宝吗？真的。母亲节进前，上金融会内政部长林佑昌11视察金门小三通旅客入出境情形。为3月25开放客运中转台湾本岛以来，金门入出境旅客增加到7万人次。也不过外界关注，什么时阵开放旅客到金门旅游？相关的一个政策，陆委会跟国安会，他们来做测定。不过我们就是做好这个一切的一个准备。中国移民管理局11公告15起放令中国移民去港澳团队旅游签注，会当伫全国专境通办。也毋过来台申请，游玩需要向户籍所属公安局提出。即马毋拿金门5万旅客来访，观光旅游业者也希望会当早日开放旅客来台旅游，降低政治考虑。只要是能够便利两岸的民众往来，好的措施。我们觉得都应该要去推行。我们也呼吁两岸的政府少一些政治干扰，多一些善意的交流。民众党立委赖香伶顶日去中国，说因为台胞证防注记失效，防拒再入境。国台办11会后已经向赖香伶说明情况。他们大概是用一些讯息来说明啊，但是有关于这个证件注销的事情，原因当然还是不了解。中国对台湾除了展开贸易详细调查，也还未开放旅客来台旅游、经贸交流、观光来往，什么时阵会当恢复疫情进前的状态？政府有备细条件。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卫生大会之一会伫咧瑞士的日内瓦举行，咱台湾到台也未收到邀请函。台湾的医药学生和工会专家今宣布，要组成世界公卫医学行动团去 WHO 参加一个检讨会，希望透过学生公民的力量，和国际医学界、工卫界做交流。由大约20个学生组成的世卫公卫医学药学行动团，宣布因要自费去瑞士日内瓦参加 WHO 周边的会议，也会伫20在当地举办头一届的全球卫生外交高峰会。叶志玲王树立表示，虽然咱国无法度向正式邀请，不过希望透过学生公民的力量，和国际医学界、工卫界交流。我本身有医师甲工卫师的资格，这届出团上希望的就是会当建立台湾人甲国际社会之间的交流，尤其是专业之间的交流。学生团体和工卫医师合作，会伫当地举办头一届的全球卫生外交高峰会，邀请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工卫专家分享经验。参加的医师表示，学生的热情是让伊真感动。那这次我们出团的学生们那都是义无反顾，都是食宿自理，并且承担机票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之下，也希望他们能够将这个热血每一年继续的执行下去。世卫公卫医学药学行动团唔但会家己举办论坛，也会参加 WHO 相关的会议，加超过30场周边的活动。希望透过这寡行程，培育少年人参与全球外交的能力，也让大家看到台湾对世界公共卫生的贡献。记者柯嘉轩、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有19届历史的贡寮海洋音乐节要被办啊，会转型做雏影甲录影的在地活动。环保局强调，这音乐演唱会会刷去交通较利便的淡水、渔人码头或者是大都会公园等等的所在。贡寮在地业者也伫咧烦恼讲，若准无大型活动，因的生意会受到影响。新海洋听音乐是侪少年人的热人基地。孔仔寮海洋音乐节是国内不较有规模的独立音乐盛会，当年拢有真侪乐迷来捧场。不过最近新北市政府讲要改做雏影录影的在地活动，民众拢讲真拍算。我很小的时候就一直来，几乎每届都有来了，有点可惜，对啊，因为以后没有这个音乐季了，对啊。这边就已经办得很成功了，怎么忽然间就停掉了？这都很可惜啊。因为相关的交通还有腹地嘛，那但是我们8月份会在我们新北大都会公园还有淡水的渔人码头去办独立音乐的这个活动。杨宗明讲，不是停办，是换所在，会伫捷运便利的渔人码头大都会公园顶活动舞台举办。
林雅立委批评活动持续20年真无简单。不过校友伊一句话，落新北人的一体记忆，红抹消气，用错误决策消灭台湾文化，甲台湾流行文化拔骹拔手。当地店主讲，停办海洋音乐节会对生意造成冲击。当初疫情已经快3年了，3年，我们快饿死了，真的。好不容易等到音乐季又停办，一天至少少了10万吧。办是对这个地方是好啦，但是他们要这样决定也没有办法。重点就是长期都是有客人来啊，有人潮才有钱潮啊。关旅局讲，看了更加适合举办结合在地特色的旅游活动，会伫5月20起到6月期间，和在地店头家合作，结合当地山海的自然环境，举办雏影、露营等，过来结合福隆沙雕节，举办一系列的在地活动，助力观光的活水。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已经600多天拢无落啥物雨，造成这气温伤过咸啊！即马有传出讲，这北门将军七股安南区渔民市的这个混淆呢，减死的灾情。台南市农业局也呼吁渔民当到这款的情形，会当去到公所申报，农业局也会协助大家争取中央的现金救助。一粒一粒靠拢已经现天的粉桥，规堆蹲伫渔温内边啊，数量侪得干那山，互渔民看是真痛心。台南7股10分里库里啊，第2日发现粉桥的死亡率较悬，渔民推测因为靠岸雨落少，致使渔温内水愈来愈咸，才会粉桥才会拢咸死。真哦，你若甲无流水哦，拢伫咧5、6度、5度半，咱这也无咧像。在西面讲有迄款个地下水人去偷啊，所以咱是爱靠天啊。啊，你靠天的时候，伊就无雨水，无雨水的时候，这就是蛤蟆就站袂掉。那其实除了盐度过高之外，其实温差太大也是一个饲养上一个很大的障碍跟问题。特别邀请农委会相关官员进行会勘。照饲粉桥的经验，旧历3月、4月、8月、9月，因为季节转换，影响粉桥育成率。不过今年霜降了特别严重，中央甲地方农业单位联合会勘，发现渔湾内底的水咸度有到5度，比适合饲粉桥的2度至3度，还佫悬真济。北门地区饲粉桥的渔民，目前已经有75个人来通报，因为7股嘛超过10个人，人数要持续的增加。海水绝对的浓度4度啦伊就影响到伊的生长，若5度就可能影响伊的死亡我所以现场采出一寡咱的样品对于化验恁若讲有即个发生即个死亡的情况，尽速甲咱公司来通报。台南市粉桥的面积差不多3250公顷，今年产量是13000吨，是全台湾排第2。农业局呼吁受灾渔民爱赶紧通报，若认定有符合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会协助渔民来申报。记者综合报道。母亲节特别到啊，这市面上对剪羊仔花的需求也大大的增加。嘉义市呢是国内种剪羊仔花第2大的产区，花农也讲今年产量减3成，所以今年价格会较贵寡。这礼拜就是母亲节，大家惯是要剪羊仔花送妈妈，互花店这阵啊是真无闲。店头家讲，今年剪羊仔花的量较少，所以价格比去年悬。不过买的人也是真多。买气很好。怎么说呢？因为这几天又加上那个妈祖天上圣母生日，所以花的需求量真的很多很大。所以有些价格都2、3倍。嘉义市是国内种剪羊仔花第2大产区，花农讲今年量减3成，减少的原因是因为进前疫情减少种植面积。像我个人就少种了3成以上。所以今年产量变少，然后又加上疫情解封，之前像我手上这种多朵的品种，一只大概是4到6块，今年的价格大概是10到12块。有贵很多哦，去年像这样才250，今年是350。花农讲今年雨水较少，但是嘉义市灌溉水源有够，所以今年花的成长拢袂歹。加上疫情解封有较咧庆祝，今年母亲节的剪羊仔花真有销，所以价格嘛伫这阵啊才有较悬的情况。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波兰决定要甲夹伫波兰一个立陶宛中的罗西亚领土加里宁格列改登去旧地名科尼斯堡，不过罗西亚正不满，认为讲这波兰行动是有敌意的行为。
5月7号开始，位伫波兰甲立陶宛中间划进波罗的海俄罗斯海外飞地加林林格勒将此改名做科尼斯堡。波兰境外地名标准化委员会改名理由是，科尼斯堡是这个地区的传统称呼，而且这里人是真嘛侪番，对1949年苏联入侵波兰时的卡廷大屠杀爱有责任。伫波兰若讲到伊是有负面的意义，今后未可使用，那这个举动煞引起俄国的不满。Вы знаете, это даже уже не русофоб, граничащий с безумием процессы, которые происходят в Польше. Мы знаем, что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сей истории. 身为北约成员国的波兰，自俄罗斯伫乌克兰展开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了后，强烈表态支持基辅，佮跳跳伫全国各地的苏联阵亡将士纪念碑。Также стоят и давно уже стоят вывески, когда по направлению в Калининград, в Королеве. И что такого? 加里宁格勒虽然是俄国的一部分，但国甲俄国陆地也是海上拢无相连，爱透过铁路甲天然公路去立陶宛，才会当接受俄国的攻击。二战结束了后，加里宁格勒是一个叫做科尼斯堡的德国领土。苏联1945年兼并了后，将伊改名，前独裁者斯大林以家己亲信的名米哈伊尔加里宁，将科尼斯堡改名做加里宁格勒。加里宁格勒面积大约1.51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150万。伫苏联时期一直是封闭的军事区，也是目前俄国波罗的海南对司令部所在地。一旦俄国甲北约发生军事冲突，加里宁格勒的战略地位对俄国来讲都特别重要啊。公司新闻黄伟玲编译。有五彩光线的看板是香港真有特色景观，不过香港政府最近这几年呢，针对着建筑物条例是掠愈严，看板是愈贴愈多，就有民众讲，若阵继续贴落去，香港的特色今早晚就消失啦。香港的深水埗已经挂半世纪的南昌饭店艺房顶看板，伫最后一案有真侪民众来翕相留水纪念。捌几条街自头到尾，拢是看到敢若艺术品的艺房顶的看板，怎么是听一个减一个。香港1926年饭店合法化了后，这个产业就发展正紧，深水埗就开真侪饭店。其中澳门的饭店大王高果林家族持有的南昌饭店老店，怎么是3级的历史建筑？伊的看板更加是经典，就敢若是一只倒吊的日婆出来干着钱，顶头也有双喜代表吉祥，是真侪香港人的记忆。3公尺宽、2公尺宽的看板贴来，业者真唔甘。If there's one thing that defines a scene as a Hong Kong scene, it'll be a Hong Kong pawn shop and a Hong Kong pawn shop sign. Neon, in general, has been long associated with Hong Kong. It's been in all the sort of 1960s and 70s and movies of Hong Kong. And it's an integral part of Hong Kong's visual history. 港府去年开始搭建卫星污点的计划，要贴或者是维修1700个看板。当地有看板保护团体伫咧游说，希望会当尽可能保留香港艺房之城的视觉艺术。伊也伫咧郊区的户外村口保存各种贴来旧看板，正用心维护。希望有一天会当伫咧博物馆顶级的设施内面展示。然而，即马经费无够，因是希望会当互这个看板就留伫咧原有的所在，展示香港的原汁原味。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带观众朋友来看明仔载天气。嘉南到新竹对21度到27度，苗栗到云林对21度到28度，嘉义到屏东对22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27度，天后金门马祖对17度到27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